各位聽眾，歡迎老人到對嚟檳榔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我人為到對嚟講，真正這個禮拜冇講嚟鬼嘅故事。我人這個禮拜請啦，佢哋特別嘉賓到對嚟跟我講。只新椒，歡迎新椒洗頭，歡迎。咩洗頭？洗頭。洗昂 ，sorry。洗昂。大家好。洗頭唔是洗頭，洗頭。我哋叫人擰頭。擰昂，唔洗昂，歡迎。Hello。แล้วก็ว่าอะไรไงตอนเด็กเล่นก็เจตอนที่โอจิว特別嘅變千彩歡迎。歡迎。你是唔是頭一擺嚟？點解你是你講鬼故事？尋晚講鬼故事啊？有冇？冇啊！你走去困嘅時候，你有物件講嘛？喂 internet。哦，未好事。breakdown。OK。แล้ว這禮拜都對嚟甲我講啦嚇。แล้วก็有老椒無毛白歡迎。Hello， 大家好，我起檔嘅時講故事，你聽。起檔嘅我你想講下咩啊？想講唔知，冇想講鬼啊，唔知想講咩啦。喂，嗰隻。Gilio， 大家啦，食緊咩？去笑林經啊！格林啦，會笑。我格林啊，去笑林經，咁樣連去笑林經嘅都係咩？OK 啦，咱嚟當然這個禮拜嗰度都嚟講鬼故事啦。若是講真有興趣要參加鬼故事呢，把刀我錄音時，你特別要緊嚟報名，俾個人講，教人講你鬼故事嘅你鬼經驗。แล้ว這個禮拜咧，我個有，這是第一個人聽嘅，邊個學見嘅節目咧，就是鬼故事嘅較濟。這個禮拜咧，我未請到啲嚟新嘅特別嘉賓咧，我未學定到未講啊，無講到 internet 派去嘅，即個前菜到啲嚟講伊家己鬼嘅經驗啫。你講下你安怎？你家己鬼嘅經驗是朋友嘅故事，還是家己經驗嘅故事係安怎？我家己嘅。哦，講下。你再講出櫃嘛對？就好，即個我第單我應該是集。唔知集會啊，肯呀，你集。有時嚇笑啊 ，sorry。你咩嚟？集會，你啊？冇啦，集會啦，問點 change 人嘅 age 啦。你change 人嘅咩啊？你集會先嚇。集會啊，所以我係講，伊是7月15咯咋，你就講人嘛辦鬼節咯，15嘛。แล้ว你就講啲就落當半山啦，下邊就隻物件食嘛，對冇？講就落當半山，阿妹有攤食，阿你係咪食咩？炒粿條。沙冇阿咪絲瓜湯，食咩絲瓜湯嘛對。แล้ว下邊嘅位咯，แล้ว我都好幫我一朋友對啦。但我朋友對我就家己對嘛，แล้ว我彎去哦，有一條路是死路，有一條路是會通過，講佢哋 KFC 入邊嘛就落檔有隻 KFC 嘛對。所以我嘛是彎錯路啊，7月15，咱就驚甲要死了啦，แล้ว就個紅一隻就彎錯路咯就，我彎錯路時我去到看到啥隻影隻查甫啊喊咯就，แล้ว一啲檔我愛要等，一啲檔係你嘅落位咗，แล้ว我到啲心想，我死人鬼，你若無閃咧，我就達條浪雨咧就，แล้ว我無浪雨就我一無閃咧就特別我just要等咯，我要等咧我心想，我做這間查甫安尼款，你應該是看到車，你應該是閃了嘛對。แล้ว我ก็ realize 我看一頭轉對位車，特別以前佢冇叮當。
哇，佢講我看到嘅事啊，梗係 shit 呢，就我看到呢嗬。你我講係看後尾件事無地嘢就，哇，我係小氣，我一頭換去我朋友嘅厝呢，一頭落車鎖匙掂，一頭走去攬埋口啊。啊，掉個破蛋。你是講，你回到看到，特別你被 U 登嘅時，你 U 登是 around 伊嚇，是按實。嚇，我 U 登 round 伊啦，無容易 but round 伊，特別伊頭轉對話 ，but 伊身軀 still the same position。哦。哇，甲你講看到嘅事啦 ，really 你係直接陪，你使講看你看到伊時，影成咗病嘅是無病嘅事。but 伊無記啲嘢咋。以前嗰啲中國衫，中國衫啊，不過伊攞嚟伊是白攞嚟嗰啲頭鬃啊，但伊邊無幾啲嘢咋。我都看到伊邊冰冰啦，你成個平常嘅人啦。冰冰，伊無講幾啲，成人講鬼係咪無嘅，伊是 just 水水啊迄爾，無幾啲就只我看啦是水水，伊穿中國衫。中國衫是安怎中國衫？講嗰啲。人教英之前看哦，課家衫就阿三穿嘅啊，領導。嚇，對，特別無記啲無半行咯，特別我邊去我看後尾件事就無啲啊咯，我特別小氣咯，安咁樣咯，有影是嚇個破蛋，安咁咯。你頭是無去想到，你頭無去想到嗰是鬼嘅上面啦。無去想到，然後後尾是咪我看到伊頭嗰時我就知啦咯，然後我就慢慢換去，我朋友厝真近嘅，慢慢換去呢，一頭整個成小狗咁樣咯。嘢嚇掉咯。你定以前較早以前是你是唔捌看過，看你物件啦，你舊個頭一刀看到這是。嚇，第一刀看到咯。第一刀看到，哇！嘢掉青驚不等陣哦 ，before that 3年。when 我集切去時，我睇啲劇啊，燒掉，本是看到本是國家嘅呢個。OK， 燒掉啦嗬，嗰時學你即係西昂講成西昂啊，你講下你經驗呢？我是未看到嘅啦，但我有幾刀就是成感覺到嘅咯。然後我嘅幾個數有真係這是啲跟讀嘅。講下 hotel 誒，問講到自勁啦嚇，冇看到 edit。第一例，問講啊，你啊，我冇講到一例嘛，你啊，然後你做咩事突然去跟讀咧？去北京啊 ？Because 特特年有成日有 function 啊，like annual 物件然後就去咯，然後係大一禮拜嘅話呢 ，so like 加。chances of 拄到成個關款咯，我感覺是安尼款啊。然後有一擺是成有物件了，可能無佇 room 了，然後我好像袂記要夾物件嘛。然後迄物件佫毋是佇我房，你知哦。所以我就甲朋友夾伊鎖匙去伊房夾，就對我物件咯。所以我還甲佫一個朋友去伊房吼，伊房間是佇伊 floor 第一杯暗啊，可能伊火，伊有火，特別伊火，唔知是無貴還是？刺激啊，肯定啦，刺激。伊是暗啦嗬，然後伊火，伊有火，但係伊無開啊，可能就。然後伊是暗啊，可能，然後行去了，我本無感覺咩啊，然後去到伊房嘅時，伊房外口注意個了就伊。corridor 嘛嗬，淡淡嘅咧，嘛嚇淡淡嘅咯。你是見到蠟燭切插嘅咧嗬？然後有一個成日大啦下啲嘢門口可然後我咪唔知咯，插起時我咪接起咯，接起後伊燒是開掉嘅就，喺度燒嘅聲。然後伊個toilet伊燒嘅 room 嘅門是冚掉嘅，所以我就想做咩事有人喺房間嗰啲長嘅。然後咪講你是最做咩事無落去，然後無人應話咗就。等我問你先，你講伊大啦頭前到啲每頭前係到大啦，所以你開時你特別殺走伊大啦可能。冇伊大啦，頭卡。伊大啦成日 welcome mat 啊可能 door mat 啊可能。是，伊破掉，伊唔是講實塌掉到啲每一棚啦。伊是下掉，一定是鎖水啦。了。然後我咪接起了，伊稍微開掉就。然後我就問講是最哦，然後無人應話，然後看我個一個朋友一般，我兩人去啦，唔是你一人啦。我個加一人去，然後
嘛接去哦，แล้ว我個妹就追，做咩事都無落去 ，because 白日隔了人落去啊，迄間房嘅隔了人我看到，隔了佇樓下嘛，แล้ว無理由個人嘅嘛，我講做咩事，แล้ว無人應我就，แล้ว我聽我小心去聽嘅時候，伊個水是你真係長嘅時候，伊個水掉人了甲掉頭殼甲，伊個水一頭掉頭殼是無聲嘅聲嘛，伊是沙一頭是掉咧，特別你是聽成個掉物件甲流落來嘅聲嚇。然後我就感覺，做咩事安尼？然後我就驚咯，然後我就靠佢講，我是來夾物件呢，之後佢就走啊，然後驚我就走啊，你知冇？Luca 喺你房間嘅物件講，喺你在間嘅物件講嚇。我就驚嘛，唔知是人還是蝦米，然後是搞大聲咯，然後我講，個怪啊，Lu。驚嘛，但對電話咧，我就講，我夾物件呢，之後佢就走啊，我靠佢除我物件，然後我個這邊就走咯。我走嘅時候，我冇冚嘅門，因為我倒冚嘅嘛。然後一冚，然後行我冚哦，個推聽冇冰到推，冇冰到轉去看嘛。然後就聽到門個開咗在哦，開門嘅聲，然後聽到我就是走去 lift 走去 lift 接 lift 嘅時，我冰到轉來哦，然後是看到隻安哥嘅嘴。你知哦，Uncle 夾嘴，是講是何嘅 Uncle 嚇掉啦。我唔是啦，你是講是嚟夾你啦。特別你講你特別係你地址打出來嘅人，是唔是伊人呢？特啲在京嘅，唔是咯。特別你是後尾是你個是嚇掉呢，特別在京 still 本是有成個就啲人入邊，你可能都唔知上面物件啦。แล้วก็ยังมาคิดมือให้เก่งปังอย่างรังก็ก็แล้วอูโลไลยังก็อูแล้วก็ด้วยชาวจะมีสุขุยเดียวแล้วก็對ปัง嘅時候有時候是看到對樣嘅就你頭殼點樣知呢？講在伊講伊嘅時候是有問題然後有叫人起來做然後做了做好了所以伊是真係流水還是係咩啦所以淡 but then就是唔知伊個水做咩水開掉。特別只hotel 哈，只你聽到只講人 hotel 嘅水轉頭佢開水啊，什麼哦？是哦，我特別聽到只。可能嗰啲特嘢紅響。我會啦，即係阿布莫白，你咪是 travel 過日本咯條。你 travel 經驗只，你特別成日去 hotel 房間時，你成日講各妹啊，成日照顧，你睇有哦。我都驚啦，所以我大個家大白見嘅講嘅啊。你係咩嘅？你 Skype 先啲對。聽咗。你先啲對又冇咩好事喎？你 connection。anak Iya. Lu download gì à? Lu download gì à? Bộ download tao kiếm một cái hỗ trợ rồi kiếm. Cái hữu á, cái hữu á. Cái我琴我入字俾嚟。有你講佢，你講係咪學第一文勁？咁邊好事喎？誒，冇我 call 到你。hang up 一個 call 到你。一別嚇，你叫我睇我分到啲係。伊邊開始 travel 就只有，誒浪仔啊，浪你浪成個去 hotel 上面是成國每隻成個背脊嘅事。我唔加國每嘢喎。你冇去國誒事成，你成日講成照大嚇啦，所以今日嚟炒人路啊。特別我感覺到嚇，成日都國每啊，呢度係 acknowledge 嘅 existence 啲類 room 裏邊。特別你 deny 咧，你 deny 就係嚟個裏邊只嚟去看咧。但可能伊有啲裏邊咯。還是你冇去國每度報數咧？你國到每，你成日你成個仔係咪我唔知？我是唔教。加朋友啲嘅時候，我教嚟藝術安尼。But 我 always feel 學得遲疑咯，我 always feel 到咯。先少少學得本遲疑咩？冇，depends 啦。你入去冇講特大你啦，但你 feel 到講你 feeling 嘅嘛對。你係咪學得嘅經驗過啊？你自己？我 hotel 啊，我再講有時我冇咪加賺一人咯，我特別等我 friend 有啲嘅時係咪啊？我加咯。你時你個幾張 travel 時間裝嘛？你放喺樓下咧，
The front desk. Can you send somebody? Can you send the bellboy up here into my shower? I need him to wait for me while I shower. but so far 我 always 是驚咩啊？就你咪真係食嘅時，咱你行啊，蹦蹦，你咪真係切伊行時啊。看到後尾啦。哇！你驚啊！你驚，我驚你款鳥，後面無驚，我是驚你。你是看伊下破蛋啦！你是講長嘅後尾蹦蹦，你掃一件啦，看到後尾就人到後尾就係。叮，起了啦。呀我這裡西昂咧。西昂，你講你去學校時，你唔敢國門，你驚講國門咧是成個你嗱你是講嚇我到邊嘅嚇，變咗你 make first contact 佢就係哦，特別有我冇聽過有人可能國門是樣叫唔知叫咩捉鬼嘅，係咩樣叫？哦，特登咁樣大，因為按怎做咯？樣叫咩？講咩？就大是講咩？拍攝冇好咯，嚇。冇嘢是講嗰陣時，你 respect 伊咧，你尊敬伊咧，伊度別來插小路。唔知哦，我是冇看過啦。了 ，OK， 了，等陣我學到啲係你即個抄無即個凊彩講，凊彩你講淡薄個另外一個你較少年嘅事，你經驗。哦嚇，我咪是在 KL College 咯。แล้วมาสิว่าลังcollege baru first start เนี่ยมา first start แล้วว่าลังสิ first batch รู้ใจอ่ะso ว่างอาบุย start ว่างเสียสิ one week มา one week กะจ้า so ว่างหลายลูกหลายแล้ว so ว่าลังบัด friends กันแล้วว่าลังปีนี้สิจะ big เล็กรู้จักจ้าตัวอีกเล็กรู้ใจอ่ะ so ว่าลังว่างตัว Apple สิอาแม่ฮะว่างตัวจับป้าเสียงเองบุสุโจว่างมาแกโลเล็กลูกอีเล็กรู้จักแล้วว่าลังมาสิเจเดียวกงว่าว่าง about maybe about 8人啊7人7人咗就有講話咧嗬，แล้วcan suddenly 一個你叫巴肚掂，你掂只水伊大力嘅伊嘛是跳只水嘅咯對，所以嗰啲人嘛是 start 無數種嘛 start 掂巴肚看就掂個水咯，我人嘛掂咯，哇掂個計濟呢我看啦掂到個 suddenly 嗬，紅險冇，我人講愛走啦，計濟搞到我阿妹背哦。suddenly 計隻搞出來呢，然後我人講 let's go 我人嘛走咯，你是 slope 嚟咯咋？我同你講啊，我人係 let's go， 喂咁佢哋往走啊，成日直直冇走，起嘅就直直聲，maybe 你個環境係咩嗬？直直走上位呢，就我人 let's go， 直直走，成日真遠啊，就我走個起個店面啊，往起個店面。我人去個店面了咯咋，แล้ว去啊嘛，咁啦，對個嘅hostel 咯，對，冇數啊咋，แล้ว 2 days later 我一個 Glenna 嘅 friend 嗬，伊度紅險行出來 guard house，แล้วguard 咩？Pi mana malam saya mau pi itu lake, ibiki lake 咯咋，伊人都冇hamisu，係，伊講tasik哈，你講hamisu，咧伊度上加冇對片咯，咧度講，伊講哈一暝，伊度甲佢哋講，伊講哈一暝咧。我人路人我意思講伊家己啦，伊應該是接幾魚啊啦，路人來查亂話one of my Glenna 嘅 friend 咯，用路人來查亂話掂巴肚啊，路人無 respect 啊嚇咯，嚇無 respect 伊啊，路人加死啊，係咪嚇啦，你講嘛，講咧 after that แล้วอีกัดตัวแม่เลี้ยอีบ่ให้ขี่แล้วเดียวบ่ให้ขี่แล้ว after that ตัวอีหลังตัว start 叫唔知啥是叫伊 Glenna 唔是伊表示 Glenna 一定是叫 Glenna 啦แล้ว伊ตัว嚟แล้วยังกัดตัว嚟กับวังกองแล้วแล้วอี gather ว่าลังกุยนาลีมา so กับวังกองค่ะกับวังกอง you know must respect ให้มีแล้วแล้ว my friend อีตัวกองแล้วยังกอง is because 他เป็นอุจจาระสีมา做工死到邊 so 叫วัง別晒翻咯 so ไอ้ที่จะมีการนั้นจะต้อง be respect ปุ่นน่ะลูกมีไปเราไม่ชาลวนนังค่ะไม่ต้องคิดติมบาตูมา特別你講這是到底到幾屆位哇山阿登啊我講嘅係冇啦我講嘅唔知掉弟弟去哦唔使咁咪意思是係咪阿登嘅係咪還是冇啦 hotel 係咪 hostel lagoon 哦，山嘟，
我頂陣我咪是講過咯，佢揸死叫，你唔知有聽到？是啊，唔知我冇聽。แล้วว่า because ว่าเรา是山都 college 嘛。哦。我頂陣就是捌聽過，我頂陣就是捌聽過講有安尼款嘅物件，即係 because 入邊即係人將成日在寫，即係頂到去你啲馬係位啊。寫米樣叫學寫米嘅寫籠啊，寫籠嘅只只咪是你做咧，就是煮一坑一坑嘅咯。你往時人佢咪燒煮咧點絲嘅上面嘅，我特別只記啲咁嘅嘢。所以你看咯，แล้วว่าลังใจแล้ว所以ว่าลังมั่มกันที่ติมบาตู咯。ไอ้ที่怪即係咯，ว่าลังเนี่ยลูก小白狗就我點解正正咧？紅險都冰其實，อันนี้只隻狗直直背彎㗎。你紅險冇？點一行音出嚟㗎？出嚟㗎แล้ว嗬，個安尼暗㗎啊！แล้ววังดูก็ let's go 特別ว่า係ใจ講話人 let's go 啊，有樣是夠會啊掉落去白起。我見你成日講嘅時候啊，我見你成日講嘅時候成個驚被搞啦。掉落咱驚嘛，咱驚咱未必直直被搞啊，咁樣就。特別 after that wife 就掉啊咯。你即係見人家朋友就掉啦。你一掉嘅時，你看到一邊成個有成個講拜拜。哦，依家亂冇看到，亂看到時已經叫伊個人嚟解你人講嘅。然後你叫王個了咯，貴那王 friend 個了嘛，我一個咪咪。然後所以一隻隻物件，一定咪去食飽冇事做，咪去出去事做啦。但是往時啊，點解時我成日邊啲時我成日會去看，我成日會成日去你邊啲囂啦，我佢講講只就一掉啊，肯定。冇用啦，冇需要啦。你講我 adventure 咯，就會去看咯。即係成日要出面就會去經驗啫。誒對咯，對英文咯。要啊買。唔係只我當，唔係只講當然話講，啊唔係做人嘅你。要買我爸咯。แล้ว佢接你西昂啊，攏攞人我個人講，我當然佢 jet 嚟，我夾住佢哋 YouTube 嘅 link，佢攏去錄看到，但係我夾。我買看古嘢。要買咩？你看了，叫你等買看，佢哩哦。假。哦假呀。佢哩啦，特別看แล้ว你再講是假啦。OK，等我就佢都買看咩？叫你假你冇買看。買。假冇買看。快看報本啦。OK，我看。買看。我等你看。ไม่เห็นเสียละไกกี่ดีเนี่ย哎呀，這個哈，我俾咯。哎呀，我個快啲 edit 啊，都冇解會在邊係啦，你頭毛要吉陣嚇，切隻個要去啊嚇。แล้ว特別講即係อันนี้เขาเนี่ย叫我頂一禮拜 last week 拜個時我走去即 Kansas City 啊，往一邊嚇，有一隊就叫 Ghost and Gangster 嘅隊啦。because 頂到 Kansas City 就係 gangster 嘅，因在係 between Las Vegas 加在 New Jersey 嘅時嘛，就係 gangster 咯大邊。嗱，伊人 travel 嘅時是坐火車過嘛，所以火車咧是過 Kansas City 是伊中央站嚟嘛，所以人就係 Kansas City 嘅area 就係 gangster 咯，所以我哋去看一部像 history 啦，我其實啊，佢嗱3-4咧，no 3咧磅咧，可能去看伊咧磅咧，阿妹就9點幾10點可能，แล้ว我去看 hotel 冇一個靠嗰邊看一老厝，可能你去看，因為我是冇看到行，伊唔是講伊多咧，伊唔是成個，伊多唔是成個就講。成個行多呢，伊是成個 history 可能啦，成個 lesson 可能，伊成個一個 building 嘅人是講到嚟有幾人可能，伊唔講成個下路人可能啦，所以我就去教你我就去教啊，樣都每下只當要落去一間然後我去看去翕相影嘅時去行咯，一鬼咩我去咧磅啊，咪個我都冇驚你就，有一位一間有著些，樣講一間有一個咧。伊頂到有一個 breeze 喺邊，到底是正啦，伊咧拍正嘅樓會跳樓落來咋？佢邊嘅一位呢，我去啊，所以我淡薄成個冇去撐咧，淡薄驚淡薄，一位呢是淡薄感覺就驚。嗱，安尼可能多啊，邊頂唔使有嗬？邊頂你做咯，做嚇？我愛，我 start 了 ，start 邊頂特別我驚咯。你哋成日突節啊！個人對路，白人對路嘅咧，30禮拜禮拜。係啦，真唔知，咁啱唔是10個人咧，真係咩20人嘅，10個個驚改。特別邊呢？
I think 別啦，I think 馬來西亞人較笨蛋啊，點講？乜咧？有人講係成日看鬼嘅多嘅，特別樣當然佢要做隻新嘅多是叫做 paranormal activity 多啦，一是叫做咩啊？伊去 investigation 嘅就，是去看聽到聲。我看 TV 有嗎？我真係驚嘅喎，特別我驚啦，特別我真係驚喎。講冇愛咩？係咪多啊？再講到嚟 haunted 嘅啊，你咪去看聽到聲啊，看到物件當看到鬼，你很壞咩？特別我講聽啦，講去香港嘛好了咯，去香港嘅迄個 Wax Museum， 伊內邊有一個本是破打，個破打本。做咩事咧？擼個嘢？鬼嘅厝。嗰啲人伊是鬼嘅厝嚟嘛，所以坐落去咯。你成隻 hospital 入面，一直下路下個路碰到。哦，是我不是講呢，我背成個真正自己去 investigate 嘅。我係講成日講就聽到聲，我有看一出戲嘛，我看你 Ghost Adventures 有套 TV， 我就是個看，你看樣 investigate 嗰時，特別啊，伊人只少講看到人影嘅咋。你就只講看到人啊，可能翕掉啦，有可能人佢人嘅目睭梗係看到，你可能翕掉 video 較看翕掉可能。就講看到鬼線啊，可能我唔捌看過鬼線。特別種 investigation 嘅戲啊，我感覺真係假嘅哦。再咧，你講下。唔知成無只。我真係心啊，可能特別，我看都看到出啦。有你成個淡薄冇半行，本講這是鬼嚟。到時哦，淡薄伊個物件哦，伊個物得驚淡薄哦，伊就講有鬼啊。特別有。大家鳥出驚鬼呢？有你我看早會我看嘅是，樣啲 interview 樣架，即係人講話，早起嗰時 interview 一唔會慢慢呢，到啲後尾呢按呢開起來咧現啊，點當不慌嘅咧，自己呢按起。แล้วก็จะเลยยังก็เห็นเลยthermal เลยอย่างเลย temperature เลย camera เห็นอ่ะไอ้เห็นด้วยก็ความแต่จะจิตเส้นเนี่ยหลังจากหากวยนะครับ另外จิตเส้นอีบูจอยละอีสิ่งคุยกันอ๋ออย่างนั้นนั่นหากวยตัวที่เป็นอ่ะ我就看到有你我相信啊有你佢就差唔多 about 10% of อีกุย出去10%條是可能有可能是可能但特別有你聽到聲咧講話聲就朋友咧迄會使做嘛，會使假嘛。我知影，若是用袂假啦，特別若是講用無假嚟講啦，because 即物件，係你看你戲啊，若是講用袂假嚟講，係用都無 credible 啦，用都被用即個 TV station 都咪 pick up 樣嘅。若是講知道樣是假啦。But then 伊可能伊知伊可能愛相信買相信本咯，有啲關係。可能愛相信買相信本啊。然後有時啊，伊講，成日伊講，伊人要去 investigate 是有人叫伊人去嘅嘛。然後伊個人講，伊個住喺伊個厝嘅人，大家講伊個鬼話安怎吼，嚇成日歹成 hostile 吼。咱去到伊個厝嘅時候，伊成日甲伊個 communicate 甲伊個鬼嘅時候，伊個鬼成日是真慘，蝦米真係成日是伊個鬼真可憐啊，款嚟伊本地伊個無講。That means like 伊達到講伊是一個 hostile 嘅鬼 ，but then 伊人達到翕到還是媒到還是伊個鬼是好嘅喎，like that means 唔是會害人嘅咯嚇。然後變做啥？隔了個鬼本是好嘅啊，反，然後伊人無拄過，真慘，然後啥會 attack 伊個。你看係咩鄧人嘅嚇？你看係？無，我看係按摩嘅啦。哦，特別有咧，特別無咧，你psychic嘅咧，psychic。係一個請細機去看嘅。唔係啦，你個字我感覺到。是哦，我感覺到鬼戲啊，都恐怖嘅咧。因為細機伊表佢看啦成可以有類似成功佢個。特別譬如有人啊，我是because 我捌一個人是一般時可以係做 psychic reading， 特別伊講伊 psychic reading 嚇是。成個係 calling 嘅呢，伊講我袂使用嚟 benefit 我家己嘅講。然後伊無 help 你 benefit 互你變 millionaire。伊講袂使，伊講伊物件有你知，有你物件唔知，講特別伊講嘅物件是，伊覺得是袂使 help 你，伊較濟是咩做物件，較濟是sao，伊無講就做只物件，伊是看得到，感覺到人你
大陆一部好事，成個大陸破病，啊無就是你就是身邊有嚟死去嘅人，係比較你講話 communicate，可能樣時可做可能，做你成個 channel 可能，一邊成個再講你是有成個講有老多好你咁講掉硬鋼字，可能無嘅，微微娃娃來啊，咩 at 你？微微娃娃。你播答無啲啊？對啊，internet 冇好事啊。微微娃娃歡迎。Hello。你到電話是到啲 computer？得，哎呀。呢度是個開嘅 live 先個。對。誒，你下都等陣西昂如果另外一告訴我呢？我幫你告訴你講就係啲。哦。但馬路我看 video 啊，我想起我一個本是行嘅。迄是我伫 hotel 本，伫上地嘅 hotel 吼，然後迄 hotel 哦真奇怪，你直接入去咧，真正濟驚嘅，你知哦。像啊，你入去啊吼，伊規個 hotel 嘅 lobby 真細啊，像apartment 安尼大呢一樓，然後行個了，然後你入伊個 lift 嘅時候，伊 lift。了本是行嘅嘛，but normal 啦 ，because lift 達到本是有行嘅嘛。然後你看入伊一個 corner 嘅時候，伊會行無 follow 行嘅 rules 嘅，你知哦。就是好像講，你舉隻手嘅時候，行應該是舉隻手嘅嘛。伊有嘅可能你舉隻手，伊是舉倒手嘅，你知哦。哦，我知啦。哦，不是，伊 reflect 到伊行嘅。我知，伊 reflect 伊個 corner 嘅位嘛，我知。But then 伊個感覺哦，就是成唔對安款啊，對片啦，嚇，然後我能知，我就是嚇啦，我家己講，哦是安尼款咯，是安尼款嘅嘛 corner，然後無去想哦，然後接到房嘅時候，然後接伊房嘅時，就感覺無物件啦，第一名是無物件，然後有一暝嘅時候，我三人住一間房嘛，然後伊個 toilet 啊，伊個 sink 頭前嘛是一個鏡哦，然後後尾是 bathtub 啦，bathtub 誒邊啊，就是普通嚟講是一個壁嘅嘛，但伊是一個玻璃嚟，所以會看入嚟房間會看入嚟toilet嘅。然後伊有 blind 啦，伊有啥你使冚起來啦，整嘅。會使冚 ，but then 啥有咧 angle 你本時會使看入嘅嘛。哦，你都頭來看人整嘅啊？唔是，然後我三人一房嘛，然後有一暝是有一個人就入 toilet 咯，然後我一個朋友甲我就講伊人嘅歹話，你知哦。我講，伊甲我講，然後我就講你講伊歹話，你無驚伊聽到咩？然後我朋友講，係咯嗬，然後佢咪被話地哦，然後伊就唔知做咩事哦，伊講鬼你知哦，南邊嘅人啊，南邊嘅人，伊講無，甲我講你講掉啊嚇，伊好像伊小應該是小無物件講，然後伊講鬼你知哦，小話啦，係咪小話？你邊個是小人啊？嚇？伊曉講，哦，伊曉什麼啊 ？OK 啦。人家講什麼？古人家講皮。哦，皮啊。然後我就講皮，然後我就講，然後我就想伊講你皮係咪鬼？你在講什麼？應該在伊講過，伊甲我講過皮係鬼啊嘛。然後我就問伊講，做咩事你安尼款嘅，啲安尼款嘅話講安尼款嘅物件嘛？嚟。入 hotel 人就只驚，你個講，然後伊講哦 sorry 安尼款咯，然後 after that 就無事，然後迄一暝我入 toilet 嘅時候，都感覺啥唔對安款，你知？你是感覺就唔對是安怎？你是感覺啥有人看你安尼款是安怎感覺？然後有人看你安款咯，你只係入入嗬，有感覺實在後尾有物件嚇呐。想有人啲 toilet 那邊，感覺你知？所以你入去誒。然後有人喺那邊，但係你知那邊無人嘅喎。然後係無事嘅嘛。然後嘛，西邊然後我行去頭嘅時候，我看入鏡嘛。所以鏡那邊會看到我阿妹嘅物件嘛。然後我是看到我目睭啊，是看到有物件啲後尾
走過就哦，而家走過。到底驚嘅事人啫，還是被目睭見講咗？是我來 through 我嘅目睭誒邊仔看到物件，看到閃過嘅物件哦。特別我佇鏡入邊無看到就。哦，你驚嘅無看，你只驚驚，特別你目睭邊仔看到物件，特別驚無行啦。係，你會啊，那邊是你會感覺到物件，你往時未看到，特別你感覺到啦。你一落來揾成日看嘅咩？無咯。你是幾時去？你幾時是去外邊個 hotel 嘅時間有啊？我咪是安尼樣咯，我第一餐嘅都是安尼樣咯。哦。維娃娃呢？啊？維娃娃最近個係咩物件？最近冇物件啊，好我想者哈。順順利利啊，最近。順順利利，等下我 send 一個足互你啊，你看啦，你唔咪講啦。係 OK。嚇。แล้วก็這裡呢，係這裡隻姐嗎？青菜。冇啦，安尼呢？冇啊咩？安尼呢咯。安尼實小酸啊人。落嚟又估了。我而家30幾分鐘呢。特別啲，其實個冇咩驚。特別當我生活過，我自己定住我冇咩記啦，我就聽到我同你講過迄個。馬蘇里嘅，攏會叫我講馬蘇里，我一朋友另外一邊馬蘇里嚇。我頂陣時我個叫伊教我講repeat 佢講佢先，咩唔是先啦，講下 detail 就冇啦。頂得講嗰時隔正了，你知哦。哦。嚇，特別我冇咩記啊，嗱我個冇咩記，但我特別先係對嚟講過，我寫起來是安怎啊？一隻驚就是我對我無講過，就是有咩嚇？聽我無講過，就是伊講成啊，我朋友嘅爸啦，伊是做咩掠鬼嘅嘛？伊特別是掠鬼，伊是講我朋友甲我講，伊細漢個大漢啊，伊爸用上阿妹成拍電話伊，幫妹2點幾，可能就撞出去個口，然後你去甲人掠鬼呢就。你特別一般我捌對過一般真好，真 gentle， 真 friendly， 所以你看到伊時你唔知講伊是安尼，伊特別成伊真叫 meditate 你知？伊成個 meditate 叫做咩？自彈嚇，自練學佢不係叫咩啊？自產啊，แล้ว我等你講少少，我未讀我想未讀就邊個別？呢時你叫我未叫？แล้วอีตัวบ่อันนี้講到對，伊爸就掠，伊講掠伊個入鬼伊查我嚟，其實是伊頭一個唔是伊查我，頭一個是樣朋友對咧是伊爸過去掠嘅時候，伊入伊家己查我啦，我朋友會知啦。แล้ว唔知ว่า朋友知上擺 to the point of 伊上擺死去就伊成個被衝開去啊，伊被衝開啊，佢先佢拎嘅了，死去伊個教我講伊會知。到底伊不知來時候個方面用阿嬷啦，伊個另外先唔要講嘅話，特別伊講伊指出來是，伊講伊家己看到伊家己身軀，伊抱伊到底身軀，先離開家己身軀啊，嚇！伊成日掉到啲咧司令位，然後咧特別看到來家己，看來家人啲講伊叫伊，然後你知啊？แล้วอีป้าเหลี่ยมแม่สิอีตัวโอเคเหียอีป้าเหลี่ยมแล้วอีตัวตุ้ยไหนจิบหุ่นตัวตุ้ยแล้วสิแกจิตุ้ยสิให้ได้頭一個查某掉嘅事啦，唔是話朋友知啊。伊頭一個查某掉嘅事，到啲準嘅ตุ้去是，因現時馬仔嘅就叫準ตุ้啊，伊到啲咧人教會嘅事。伊講伊掠一下，即係I don't think我講到啊，伊掠伊講唔知咩叫配物件，啥物伊到啲吹嘅出來下，伊掂到啲海嘅時，我同人講，伊水成個啪 splash 起來，成個只大，成個物件bomb落去水咧款啊！我冇講過啊，這是伊把呢個最近甲我講到嘅，就是維娃娃你叫對兄啊，家人冇啦嗰啲。伊成啊，伊到底喙唔使裂出來，係咪物件好？特別伊對人份手成個張掉、鑿掉款啊！一掂落去一轉邊啊嚇，啪就水然後出來起來嘅啦，成個物件到啲裡面啊！一 splash 水嘅啦，衝起來嚇。我唔知啊，把我特別請到嚟講，計人講係字條同唔嘅。即馬蘇里，即係冇去人教會嘅，你見咧？人教會就日本就可惜定，諗乜叫人教會哦？我唔捌。
西昂啊，或者你對本來寫嘅時候，你去人教會大漢，你我咪告訴講。我朋友有一個人教會嘅故事。你講啊。我講下，伊是伊爸啦，去人教會做工嘛。然後伊就大學校，然後伊早起，伊大日早起哦，伊看到真啊濟白白樣行來行過，因為伊大成雪梨啊款呢，hotel 嘛，所以然後是往海邊啦，然後大日早起伊起來看5、6點哦，伊看到一堆嘅白樣款行過，你知哦。行過嚟，行過啊！意思就啱嘅事，個早起咯，5、6點咯，結果啱袂關嘅事咯。然後伊就唔知是蝦米嘛，然後行哦，然後無講啊，然後過後吼，伊就 because 大家早起本看到嘛，所以伊本要知是到底是蝦米物件嚟哦。然後伊就看哦，伊就去 observe 啦，迄物件，然後原來哦是迄個。人去念經吼，然後特別清白嘅嘛，然後大日早起行過哦，要去摸嘛，然後原來是家己嚇家己哦，because 聽小隻人教伊嘅故事啊嘛，係啦，我去我未去人教會時，我知道去人教會時，我咪是只驚，我是上個大，伊唔是，我去大上個8蚊嘅款呢，伊唔是上學校 room 係8蚊呢，有時伊有兩邊房間有廳，然後有灶卡，然後有唔使是2間嘅3間嘅房嘅，可能啦。我去大時，我冇看到咩特別，我唔敢咯，我是上個一頭丟out，你咪報名啊咪去，我驚講佢你看佢嗨嘅時候，是特別刺激咯，佢嗨嘅。你看到物件特別飄呢是，特別是個驚快喎。我就是驚啦，真係驚快驚啦，個看嚇，個愛驚個愛看，就是啦，我就是啦，嗱。係咯。我甲人講一個，我甲人講一個，我啲應該是啲意大利嘅時候就，然後我人阿妹咧 bus 真係話高咯就，我面 from 我人 from Rome ไป去 somewhere 嗰就，然後ยังมา話高㗎 because ไป阿妹你在 winter 啦，真係阿妹嘛，所以我人搞往 hotel 咯就，即係 hotel 嚇，我唔捌看過嘅 hotel 嚇，呢舊高㗎嚇，你 feel 到講。即係古仔唔知是蝦米來咯就，高古啦 ，because 伊新嘅 building 咧，意大利是 always 呢新嘅 building 啦，阿妹就是舊嘅物件咧就，那新嘅就滿了嘛，往來列嘛，所以往個咧就困阿妹就，แล้ว嗬，我嘛去แล้ว就驚看下呢舊嘅物件，個咧真舊咯就，แล้ว我就開我人嘅堂啊咯，哎呦，我看到上間你只古仔，你只咧你包白包啦，掉你阿毛菇呢啊。你就成個你白薄嚇，你就成古早你納子嘅，唔是納子啦，唔就下面係一種樣白咧，成隻白薄啦，白啦掉落起來嘅啊，你就然後我就掉下面嚇，掉下面嚇，嚇，伊是白色嘅咯，白色嘅貴咧白色薄咯，咧成個人掉人嘅咧就太正了就，我看咧我就卡個半單咧就，然後就困話好，貴就。你唔係困啊！你俾試啊！俾準備借嚟看伊啊！你個這樣打正房間啊？是個參朋友。我個位 friend，你 friend 看到？แล้ว伊就講，哎呀，咪去笑啦，唔是來啦，try to be funny。你是看到成個一線咧掉杯咧嚇。一線掉啦，แล้ว我就驚到俾試啊，就冇咩家長益嘛，แล้วก็ winter 嘛，แล้ว就車邊出去係咪啊？就咩困啊，夾伊誒blanket 冚個頭㗎แล้ว冚個แล้ว就，แล้ว我就講哇驚㗎俾死啊！講埋就早起啊咩，所以咪就早起咪車咯，車แล้ว嘛開個只開外 window 看咯，你知係咩嚟哦？意思係拍衫 umbrella 講，好帥啊！掉呀，嚇掉嘅好帥嘅了，即係而家是個幾下個幾啊？啫，係啊嚇個破蛋。嚇個唔敢去toilet係咪啊？結果是開咪就係 umbrella 樣拔起來咧掉嘅，意思係你搭嘅 umbrella 咧，你一啲係舊嘢啊。哦，你大張嘅好帥。就是咯，嚇個破蛋。但是家己嚇家己嘅。人較濟尤其是 Asian 你可以搞嚇貴嘅家己。
嚇是嚇家己嘅咯，家己家己嘅。你都 maybe 你佢哋看到唔是鬼啊？你頂住看車看到。冇，because 你家姐是啦，較濟是來啦，冇理由都冇幾本長㗎了嘛，對。我佢就蝦你一個冇幾長咧。冇啦，你知嘅嘛，你頭轉嘅。แล้ว我個邊阿妹喂，我個看Kiki話阿妹話你 front mirror 嘛，阿妹都冇人อยู่แล้ว你ก็唔走啊？วิว่า個掉วิว่า唔就走去但วิว่า就搞啊做嘢時啊走去做唔三唔四拍個 B 啊咩件事啊冇啲。你人刷掉啦，一來咧夾個 B 嘅咧。咪攞啲講，後面後面嘅到邊嚟？แล้ว佢哋能夠自己個啊？講冇啊咯，當然講啊，咱就照人嚇，你講過。แล้ว這裡呢冇這裡細頭呢細昂個咩叫？你朋友呢？你不聽跟嘟嚟嗰隻咧，你聽撞嘟嚟。no 你不愛。講撞嘟聲。跟嘟嚟啦。講跟嘟聲咩？跟嘟聲，跟嘟唔使，講跟嘟聲。我都冷我跟嘟嚟先。是有一擺哦，แล้วทำไมแกตั้งแต่วิวว่ารู้聽唔到我聲咩 Hello รู้聽唔到我聲咩 Hello 聽唔到我啊真係冇聲點片你話幾隻會講細頭面細股細光細昂細光講咩啊細昂講下本是跟嘟弟弟嘅故事啊是我嘅朋友啊本是大條去學校哦然後伊是twins 嚟就我啲朋友啊你朋友是 twins แล้วอย่างน้อยมันต่อจาก相聲我叫我叫相聲相聲แล้วอีกคน咧เขา有一間咧เขา都幫咩請起來แล้วอีก看到有人開伊門接伊房間有知哦แล้ว伊接伊房間แล้ว伊是行到唔知做咩事伊行到一個 alarm clock แล้ว伊就行去伊個小弟嘅邊仔咯然後伊就伊個頭就壓落去แล้ว成日看到伊個小弟 like directly above 安尼款咯特別伊個是行到迄 alarm clock 個然後伊就伊個面咯伊個頭就越來越近啊伊個小弟嘅面啊款咯like descend onto 伊個面啊款咯落去แล้ว後伊就請起來咯就แล้ว個人是放來然後伊無講半項咯然後第二名是個再上嘅放咯就然後伊就驚哦 after that 伊個房間嘅物件就開始家己刪伊講 like 伊個電話伊個 handle 會 come off the phone 伊電話成個然後還是下面伊樣出去嘅時候對來是伊個房間嘅物件會走位嘅了咯然後伊樣就唔卡對迄間房嘅咯就然後特別伊物件敢若個喺啲房入邊咯就然後門都個開掉咯就然後伊家己個買對去開門แล้ว敢若叫我去開咯就然後我講笑啊我個你講然後嚟迄時我是嚟 in charge 嘛 so 你 in charge 做多計啊你做多計啊還是你 office 嘅 meeting 是 in charge我 in charge of 迄個 trip 啦แล้ว所以伊就講你做要去看咯แล้ว我講做咩事去我去看都唔是我幫都唔是我物件要互人淘汰是講驚互人淘汰嘛門開掉然後我講 OK 我去看咯然後行我慢慢行見到迄房嘅時伊門開掉嘛然後過嘅時然後我要入嘅門嘅時我嘛看入伊房間哦然後我徛佇門口嘛然後我看入去แล้ว驚咯來啥有唔對嘅感覺反咯然後我就走去，我無看，我差唔多去死嘅。所以你感覺唔對皮啦，你直頭無看，你冇去緊啊！我係咪講係 Q 你妹啫？我徛喺門嘅頭前，然後因為
開個了嘛，開大了，你手就要伸入去嘛，我唔敢伸，我身體 any part 我身體接去迄個房間哦，所以我就走啊插伊。哦，Lucy，有可能 Lucy 會感覺到，就是你會有感覺到人，你就 feel 到，你就買去食嘅啦，是唔是？那驚嘛，聽你這故事，我個無學到不行咩？呀，所以你是聽到故事嗰時，我你買去食嘅就對啦嚇。買去插嘢啦，買去食樹就對啦。特別有時成日驚咯，驚看嚇。個要看是蝦米哦，嚟嚇。應該你未成日係啦，時你未成日講成日會成日希望到講你去一個新鮮嘅位啊，唔是尤其唔是你房間啦，成日把你位成日朋友房間係咪？然後去啊時看到嘢咧，有時你接個新嘅位，你 secretly 是想講。愛看到啊，可能嘛了個驚嘅嘛，對。我是安尼咯，嚟接學到嘅時候，本是哎呦，唔知會看到，了個驚喎，個愛個驚。係啦，是我們是很誒，白頭嘅時候，慢慢冇追求做啦。白頭嘅時候，你去 next time 你去學到嘅時候，你各門一門嚇啊，兄弟那是你有地槍你出現，係我看啫。哎呦！賣啊，小賣食飽小英冇事做。你冇咧教時講嘛，邊嚟學見？我看到 is as far as，好我看到咯，我袂去調啲去做物件，好我家己會看到伊咯。看到咪看到咯。白曬，人講係狗嘅白曬會看到咯。我真係驚下咧呀！但到幫我搞特別寫住我個講。有時你幫搞嘅時，你幫到伊目睭啊，唔知你嘅手會掉掉，然後你就幫。做啲目睭就使看到去。很啊是很啊。你個技寶咁我想，個驚看個技寶啊交背啊。啊是。會話嗎？係我先下咯。係有啊。聽到啊。會話最近你手搞安怎冇背啊？冇看起手頂個背啊 ？OK 啊。แล้ว聽到時你唔是講你去學校嘅時，有一間講要 upgrade 嘅學校啦，隔離嘛。他是當時咯，你入學校時，你有成日成日講有怪冇怪。冇話。即我你聽你 travel 嘅人啦，佢是要接妹時，佢就各隻人看你講下，聽你講人話，我哋是嚟大幾名，可能買茶蘭話，可能喎。冇啊，我冇講喎，所以咪嘟掉咯。哦，一間呢？西昂呢？嚇？西昂咪是走嘟？你睇冇？特別你冇講嘅時候，那個走嘟。我冇講，特別我較濟我大是甲別人嘛，別人較濟是有講嘅。哦，特別佢講，我就看到，就是你咁樣咪講。係啊。因為我是特別你講時都是希望伊出去還是？嚟，伊買好你看到，就 because 有當時啊，樣。但是你講啊嚇，伊個是佇房間內邊，特別伊 observe 掉你了，伊看到你做加了嘅物件，但伊無插亂你啦。因為嘛只距離嘅感覺。特別你無插你講，伊本是看了嘛。伊嘛是看見咯。啊，伊是講往時樣，我是聽人講啊，即我唔知有邊。你是講你有嚟混嚇，你那是無覺啦。伊就唔知講你愛來，所以往時就學你很掉，然後你就，伊那是講伊知講別人嘅故事。伊無小心咧。你想往時伊就唔知，伊家己唔知講出來，學你看到就係講咩別人故事講啊，會話嘛？我講雲吞我講過嘅故事。OK， 講。我唔知我講過啊未喎？講伊學幾一個嘅嚇，要講伊家己講啦嘛。你講起啊咩？你是唔是講馬路呢？到邊咧學緊講過啊嚇。我唔知想我都講話，伊是講伊到底名稱嘅，好像看到名稱卡阿妹安尼有一個人咧是伊講伊妹嘅時候就係咩？啊，maybe 是到底錄嘅節目會聽到嘅。嚇，你講下。OK。
咧伊就是去住下一間吼叫做，以後會使講名咩？係啲紅色嘅 hotel。呀！唔知但是啦，無講但是會啦嚇紅色嘅嚇，但是我唔會多句咧一間啊。紅色嘅 hotel 咯。嚇，然後是伊個，特別我唔知是紅色嘅，我唔知是真係紅色。係啦，嚇，伊是困了吼，แล้ว伊吼你after that 伊就再講佢哋面叫多嚟面咧，แล้ว頭一名就係呢，แล้ว就有我成講是到檳榔嘅啦，OK 檳榔嘅就是講呢有一間 that time 對嚟嘛，我知咩隨話掉，對嚟嘛แล้วก็有一間查某呢是背條伊，我唔記伊叫咩名喎，係間查某背條雲吞嘅，แล้ว話背去學校嘅位咯。แล้ว actually 伊就再講喺房間內面有佢哋物件咧嘛。你查某咩是話人邊咧學嘅人係對，查某係就係查某係 OK 查某咯，對，係查某係對，查某係แล้ว有冇教我講喎？有冇教我講？有冇教我講？冇唔係教我講。我邊先講冇想啊แล้วอีก講哦 actually 伊人是伊是在講無聊嘅嘛，แล้ว佢見查某呢就講不伊人困掉，你可能是呢嗬咧，伊就聽到講查某冇解白白大咩？有伊是嚟陪伊嘅。伊是在講有物件咧，佢叫嚟陪下。應該是安尼啦，แล้ว伊就聽講伊 bathroom 嘅位咧，就一間嘅位呢，就聽到有聲。有聲了呢，雲吞呢，伊就在一個物件咧嘛。แล้ว間查某呢，就叫伊講，你自己看有啥物件哦，安尼款。其實呢，嗬，雲吞一開門那時呢，伊是有看到物件嘅，就是講。伊看到迄個講迄個 bathtub 嘅迄個正，迄個叫做啥物？伊成日係bathtub個燈，小個燈，迄個燈內邊就有一個影了誒。特別呢吼，伊就慢慢開門啊，伊就甲查某講無看到啥物物件啦，無啥物啦，好啦，OK 咯。Then 伊就困了咯，困了吼 ，then 伊就。困咧，伊就變過來看 ，already 困去啊啦。咧變過來看時吼，伊就看到吼一間查某嘅鬼啊，坐到查某嘅巴肚嘅位。แล้ว伊嘛伊看到咧吼咧，伊嘛就請驚者咯。咧你鬼係是知啊，那嘛冇去啊咯，冇去啦。查某巴肚疼流屎啊 ，that night。好鬼謝不多數。反正就แล้วแล้ว個直另外一個數咧，不是。等陣 before 你講嘅事，你講你呢啲嘢有冇教我講掉咗滯哦？冇教你講掉咩？你當我 show 嚟，冇聽到咩？冇聽到，我唔知講是係一刀嚟。我唔知講係一刀嚟，到底嚟看我嘅事嘅。對啦。我唔知哦，我個想冇半行。我每咪叫我每下講有物件冇甲我講。伊嚟講甲我講嘛，我哋叫我錄音器，一起學到做隻大可錄音，佢錄到咩聲？แล้ว好個表。白刀啦嗌啊，白刀啦嗌啊，會話冷。笑誒，我買哦。食把聲應無輸做。隨便聽咧。Then the next day 嗬，就是講嗬，伊困了我嗬，แล้ว伊就。我想到啲上地，個人呐，本是 I think 是上一個 hotel，but then 伊是北京，伊是digital 大上面一別記啦。本是邊個是景啊？係不是紅色嘅啦，總之是。แล้ว你看一個個人呐係查某，就徛掉個邊咯，徛掉個邊啦嗬。แล้ว徛到個邊，徛掉一個角個邊啦，一個房間嘅角角落安尼款啦。你知啊？你看到咧，伊就講，咁咪嚟亂話咯，你看咯。你啊時候，伊困咧嗬，伊 feel 到講，伊身軀成個淡淡嘅呢。伊嘅幾時？
鬼字面辛苦还是字面面？字面辛苦啦，是嘛？一鬼咩無困啊？喲，這是我有電視係白豆啊。係啦，你有電視啊？你別記講係是人啊，仲。但係你哋講就大熱嚟看，是成日冇咩正事。是 because 你看你物件咧，伊無困幾難咩？哦，呢個咪耍份勁好了本。你無困幾難咩？我都唔知啊！啊，即係冇起來同我講，冇起來變咧學勁同人講哦，或者會聽起來同人講啊。แล้วก็有一道呢，嗬，伊是講伊看到了。攏在雲吞哦，攏攞嚟看啊，即西昂加啊青菜攏在就是雲吞哦。唔知。伊是做好嘅人，伊講我都冇聽，我都冇嘅，因為就講幾個事啊，做好嘅人。然後伊當佢伊無咩愛講，because once 伊講咧，伊就看到了，所以伊是安尼講，伊目睭當今是較無咩看到啊啦。啊，特別伊講起是幾啊？咪佢講啊，講起也是個再來啊咯，安尼款啦，伊是安尼款甲我講啦。Then 有一道嘅時咧，伊是困本是 hotel 本 ，then 伊困啊嗬，困咧，伊就看到，伊個是一個角落安尼款，有一個查某安尼款徛條，咧伊就講，問差亂話，伊嗬無，佢哋鬼嗬，一頭撞過去啊嗬，一格呀，冇鬼啊，嘛管嚇，然後伊個會 feel 到講，伊會 feel 到講，佢哋查某有伊衫，係咪個會望到嘅，你知冇？個當到伊。當着伊安尼看咧，吼咧，伊個有甲伊掙扎，甲伊拼過。哈！你我上捌聽過，還是我聽，唔知是到你聽還是啥物？伊是講伊是安尼看到伊吼，伊將你嘛叫走落來插落來，我紅一砰就紅一變到面頭頂過去啦。伊邊變去，伊邊變咧，吼咧，伊就走過去啊，咧伊飛過去啊，伊就一夾伊。哦，我驚咯！哎呀，我驚咯！若是講我係看到你，我驚咯。係啦，你問大學弟啊？你問大學弟啊？哦，問大紅色嘅學弟。有看到書啊？你唔記得冇講咩啊？紅色啊，你借紅色啦。係你食問大咧？一頭問佢大學弟就對啦，到你車困。嗰個死大嘅路邊嘅時，拄到嗰個借。所以我當見嘛，我是成個西昂咧，成啦，我同時成個賣 acknowledge，我就頭成啊，但講別 deny 呢，佢就衰。keep travel 有時我是想到一個辦法咯，就是大人嘅厝。大人厝冇貴，你厝咪？佢大人厝，看你頭人開你幾磅咧？Hello，對咯。我介紹係招待人啦，我唔是同你講啊，講有佢哋。coach surfing 嘅咩？然後我是想講下，招待人大，我係2磅看我咩 experience。係啦，哎呀，你咪是叫你錄音機啊，係你係綁緊嘅，一落佢名看看咩聲啊？聽過聽到你人拍照情嘅聲啊！哎呀！好啦 ，OK 啦，這禮拜咧，咱就講緊你肯成啦，咱唔講就一人來，我想講就一人要講幾個事嘛，所以我就攞出咯，特別佢冇人來。Today 會卡係咪啩？我知，代表今日我個仔就出不辦過，所以個幾禮拜咱個仔嚟落過咯。然後我特別較早就冇寫，我想換寫都冇。喂，你 because 無影做緊咧，做暗更咧，事實冇點寫。你係咪見到咱咁寫咧？你兩個係咪講哦？個北行幾個數即係西昂，個幾多嚟？撞斷嚟咯。對，講撞斷嗰陣時打，講撞斷嗰陣時打嚟講。你在撞斷啊，會隔壁嘛是數字呢撞斷咯。對。แล้วเดี๋ยวมาสิอุจจาระกำปงอ่ะเขาเนี่ยมาแล้วรู้จักยังหันหน้ามันจะจะมีอีกชูอาเบอุจจาระปงเนี่ยรู้จักหรอโอ้สิไหมหาสิรู้ที่จงตัวรู้ที่รู้所謂古代神成行嘅位嘅 building 或者館嘅咯係是รู้ที่กัก館嘅位รู้ไอ้看รู้ที่嘅嘛แล้วรู้看到อีกชู嘅 structure แล้วอีสิตึงๆอ่ะเขาเนี่ยอาเบ有磅啊，可能啦，就是可能係磅嘅物件咯，就一下就花卉啊，可能就是磅嘅物件咯。然後我係咪感覺奇怪咯？但
可能迄是一樣華南誒 tradition 嘛無去插咯。แล้ว有一道嘅時可能大學堂咯，แล้ว阿妹嘛，แล้ว e-games，แล้ว阿妹即係到底阿妹到底有堂嘅？哈哈，อันนั้นอามาต่อแล้วถ้าเป็นฮะอันนั้นอามาต่อที่จะตั้งอีมิงแกมาแคมมาโอแคมฮะแล้วแต่ว่าไง講住你ฮะ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แล้วถ้าเป็นกูจะว่า係時啊是成日摩托嘅北京嘅位嘅嘛เดี๋ยวเดี๋ยวแล้วถ้าเป็นก็จะจริงฮะจะจริง係是รู้哈รู้ไอ้跨แล้ว係是รู้高關嘅話รู้ไอ้跨過去入邊嘅迄個河南嘅金邦嘅物件嘛，然後迄咩往地下邊伊咯，然後是叫一人伊破掉個一人哦，然後行嚟十 round 反正就，特別是你講只係啲到 forfeit 嘅啊，嗰啲做，無啦，就是嚟 station 啊，反啊，哦係叫，然後咪叫伊安尼反咯，然後伊咪行。一件成日要叫伊行10啦，是啥物啦？然後5啦，伊就轉來，我就我講，然後還是我是5個 station 嘛，我講你都無行到，咁邊是轉來？然後伊講伊袂行了，然後我嗰時候講是可能伊無力了，係啥物嘛？我咪講 OK 咯，咪可以過咯。然後到尾轉去嘅時候，轉到嗰人伊了轉來嘅時，伊講伊無行了，因為伊看到。一磅嘅位哦，有一個囡仔嘅頭，啲頭殼，啊你會看到咩？就是一破掉一邊關起啦嘛，意思。哦，揚了伊啊，揚了伊。伊揚了個一間嘛，然後阿妹迄間看到咯。哦。然後行嘛，然後咪行。那伊唔係迄邊磅是真遠嘅咩？你真看到你？嗰伊個表哦，過去掉篱笆那過去就是啊，還是你擺迄擺你夾到落來，你是夾到啲人嘅磅嘅，你就哦，就是安尼見嘅。哦，我在 try 着想看，得一個我想冇未起嘅磅未，私立 in between， 私立唔是 canteen 啊，canteen 啊，在 in between 私立無 in between 私立甲狀度咪是係你咯。河南嘅甘榜哦。哦，對，哦，伊唔是 directly 嘅邊咧，有一個8時磅嚟。哦，伊唔是 directly 嘅邊咧，那邊是講咱嘅科學室喺邊啊？科學室嘅邊啊。哦，我未記啊，我頂住冇去看到，頂住我啲。係啦，微爸爸咧，微爸爸你講，你看到頭咧驚啊，你講我會記講啊，我哋試驗啊，一隻好笑嘅，你講有一節嘅時候嗬。伊就早伊就車啊，就你一個唔知喎，你嗬，伊就 around，伊就想講是無，你伊就準備啊咯，穿伊換衫出去啊，你 because不是撞斷嘅啦，你 because last time 嘅時嗬，伊是大迄邊嘅近嘅嘛，你一行路就會到撞斷咧嘛，你嘛行，嗬，你去啊撞斷啊嗬，你就入班咯，一個安怎個無人嘅 ，maybe 伊頭一間舊怪嘛開會㗎啦，明等咯嗬，等啦，安怎安尼估個是無人嘅，你一看嗬，馬路甲3點幾呢喎，伊就走去學堂了，然後特別只奇怪物件就是講啦。3點幾學堂嘅門有開嘅咩？哦，對，正正咱講嘅，咱去食豆水是咧門。對，你講3點幾，將對嘅小門口有開嘅咩？你安怎行入去呢？唔知哦，特別有當時是可能，because 後尾有人大嘛。特別3點幾喎，人較濟小門是6點甲開嘅。特別我唔知，你知哦呢？西昂你知唔知講咱將對大門有鎖起來哦呢？阿妹啊，我會記講是大門啊，大門你 get 入邊啊。我知另外我咧別差別區那邊有鎖啦，特別唔知我私立那邊有冚哦，真是冇冚哦。嗰是無卡嘅咯，唔是伊是我私立嘅邊嘅門，佢邊有開。嗰是無卡嘅嘛，而家是通過去後尾嘛，通過去後尾有你即有人大嘅 hostel 係咪？哦，你可能唔知啊喎，然後伊就講
伊就講奇怪咯，แล้วwhen 伊上去也是人問伊也是伊甲上去講，很那 last time 也是伊是安怎入去嘅，แล้ว伊問安怎是不數嘅。特別哎呀唔知喎呢，頂陣時下頂陣我講起來我睇到，誒你車等陣我問你我講幾物件，你車安怎你車打未？係咪屬於計車？鹽水，鹽水啊！我講人人看即係，水入來車。水入到我車內面去。你叫下星嘅，你拗嘅咳，你水到你車出嚟，我看到笑死我。啊？我看到咩？我看到你下小英嘅下星嘅，你夾拗嘅，你咳你水。係攞隻咯，應該內面嘅แล้วเตะ水嘅แล้ว當今阿未啲豆得對個。阿未豆到呢嚿嘢。冇一嚿嘢豆到啲一夾筆未豆到。哦，我成個部嚿嘢你車係自己隻幫股嘅話。即係到啲幫股嘅結果，你嗰啲一字嘅嚿嘢你自己開咧，話 break 死佢哋嚿嘢盤呢頭整。嚟白掉啦。OK，感謝各位聽眾嘅，即係禮拜對嚟聽完鬼故事，然後就是講到有興趣聽鬼故事，有時比較話人講路人嘅經驗，鬼故事咧最好咧就是有錄音，唔是甲我講，然後對較早對拍電話，可能唔是拍 Skype 拍咯，一個人講鬼嘅故事啦。感謝即係禮拜人個在收聽，本來學緊節目，你禮拜人個嚟再見佢啦嚇。感謝我哋特別嘉賓微娃娃西昂加青菜，感謝。OK。你禮拜再見，拜拜。拜拜。拜拜。